今次嘅開箱團攻略室為你介紹市場罕有全新澳洲東岸行程，由黃金海岸嘅陽光沙灘出發，沿住澳洲東岸嘅壯麗海岸線一路南下，穿越世界遺產雨林，漫遊酒莊花海，品嘗海灣鮮蠔，最後喺悉尼海港嘅璀璨燈光中，為旅程畫上完美句號。呢個就係中環遊同新南威爾斯州旅遊局以及澳洲旅遊局聯合打造嘅專屬項目《我們的傳奇海岸假期》，匯集官方資源同獨家路線，為旅客帶嚟最獨特嘅澳洲東岸體驗。全程選用國泰航空直航往返，布里斯本入，悉尼走，不走回頭路，省時更省力，每一日都充滿新鮮驚喜。喺黃金海岸，你可以親近可愛樹熊，探索春溪藍光螢火蟲洞嘅夢幻世界。喺布里斯本登上 Skydeck 360度俯瞰全城海岸線，由自然生態到城市景觀，全方位體驗黃金海岸魅力。去到拜倫灣，搭乘全球首列100%嘅太陽能火車，前往澳洲大陸最東端嘅燈塔打卡，180度無敵海岸線盡收眼底。獵人谷酒莊區就更加精彩，漫步漫珠繽紛花海，到珍珠與生蠔農場親嘗最新鮮嘅生蠔，走入芝士廠品味芝士配美酒嘅完美結合，仲有2026年度最佳酒莊 Brokenwood 專人導覽加精緻午餐，全程精選6間獲得 AGFG 澳洲美食指南星級認證餐廳，由農場到餐桌，由天際景觀到海鮮自助，每一餐都係味蕾藝術。悉尼安排專人導覽地標歌劇院，全新翻新嘅悉尼魚市場，探索世界自然遺產藍山國家公園，利用3種獨特交通工具上三姊妹岩石區文化散步，邦迪海灘經典日落打卡。如果你喺5月22號到6月13號期間出發，仲會遇上限定版悉尼燈光音樂節，睇住歌劇院同海港大橋化身光影藝術殿堂，絕對係視覺嘅享受。住宿方面，連續2晚入住黃金海岸希爾頓同埋悉尼萬豪5星酒店，盡享舒適豪華嘅住宿體驗。8天澳洲東岸旅程全包膳食，絕無自費加油項目。4月起已經有多個日期出發。嚟緊4月11號星期六，我哋仲邀請到新南威爾斯州旅遊局嘅代表，同大家分享當地最新嘅旅遊資訊，仲有品酒環節，俾大家親身體驗獵人谷出產嘅優質靚酒。即場報名指定旅行團，專享精美禮品一份。而家4人同行最高每位減2000，早鳥優惠再減1000，新會員登記仲送5000積分。名額有限，快啲上網或 WhatsApp 344300000報名。仲要記得留言、讚好同埋分享俾身邊想去旅行嘅朋友。